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無貨仔打機嘅頻道。今條片我哋會測試一下，究竟邊個先至係2Z高達嘅最佳駕駛員。相信坊間唔少人以為絕對係加美油噶啦，但係其實無貨仔發現啊，天鵝高達嘅駕駛員雅斯娜其實都有潛力去駕馭2Z高達噶。原因係佢同加美油一樣，都有奧桿嘅標籤，能夠提升對敵方嘅損傷15% 噶。咁雖然兩位駕駛員本身嘅數值能力有差距，但係雅斯娜可以發動2次支援攻擊，打永恆之路嘅時候，boss會攻擊佢2次，而我哋得到2次嘅反擊機會，即係總共可以對 boss 攻擊4次嘅。相比之下，加美油為咗確保血量充足，只能夠選擇後手反擊2次，攻擊機會明顯少咗嘅。到底實際輸出邊個多啲呢？我哋一齊睇下實際測試。好，首先我哋睇下2Z高達嘅 EX 技能先。咁2Z高達嘅 EX 技能係需要射擊、格鬥同埋覺醒呢3個能力值嘅。咁我哋就睇下加美油同埋雅斯娜喺呢3項數值嘅差別啦。首先我哋睇加美油啦，佢嘅角色能力係新人類 level 5啊。自身覺醒同埋反應值提升25%，咁而喺本身能力上面數值顯示啦，射擊係589，格鬥595，覺醒加成之後高達970噶。咁而3項總和嘅數值係2154。而雅斯娜方面首先佢角色能力係新人類 level 4。自身覺醒同埋反應提升20%，呢方面係低加美油少少。數值方面啦，射擊係678，格鬥578，覺醒加成之後係得717嘅啫。咁呢3項加埋其實佢嘅數值係1973。咁可以睇到只係加美油大約係91%， 90%左右啦。咁但係啦，我哋一睇角色嘅技能啦。角色技能嚟講，雅斯娜可以增加 MP， 從而令到佢一開始就有超1擊嘅機會啦。咁而加美油嚟講佢嘅角色技能就係自身爆擊率提升50%。究竟邊個先至真正能夠打出奇蹟呢？我哋而家即刻進入實測。好，首先我哋睇加美油。咁我哋一開始就係用加美油嘅精神增加爆擊率。好啦，我哋第一回合預測反擊傷害係96,986。實際打出咗爆擊係10,06,685嘅個數值。好啦，第二下冇爆擊啊，回復翻96,986。咁即係2次嘅實測合共傷害大約20萬左右。好，然後我哋一齊睇下雅斯娜。咁首先一開始就發動2次精神啦，咁令到佢可以使出超1擊。咁然後啦，我哋就利用其他嘅機體作出攻擊啦，從而令到雅斯娜可以發動呢個支援攻擊嘅。咁我哋睇到實際打出嚟嘅攻擊，雅斯娜發動支援攻擊之後係可以打出81,316嘅傷害。咁第二部機體去作出個攻擊啦。好，可以見到雅斯娜發動2次支援攻擊都係分別打出81,316嘅傷害嘅。我哋見到雅斯娜去發動呢個反擊，其實預判傷害已經可以擊破敵方 boss 啦。冇錯，實際上已經擊破咗敵方 boss。咁我哋睇到雅斯娜單回合實際3次攻擊總傷害係可以做到超過24萬嘅。咁而加美油即使打出呢個爆擊，2次攻擊總傷害都只能夠得出大約21萬左右嘅啫。咁所以從單回合嘅總輸出去睇雅斯娜駕駛2Z高達嘅表現係確實係好過加美油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實際操作上面喺其他機體主動攻擊嘅時候，策略配合啊，都可能影響到最終戰況。咁大家可以根據自己部隊嘅配置去做出選擇。
咁啊，今日嘅測試主要希望咧俾大家知道呢個實際數值，清楚知道邊個駕駛員嘅輸出更加高。咁啊，相信答案都非常之明顯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CLSS 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